后来，过来这件是台中丰原一溪口5个人防诈骗加就绝路。姓李迄个女性的团购主，虽然伫咧初6来交保，但是伊交保了后，随来破文提醒着金仔店的头家，讲即几天警方可能会找上门。检警认为伊的串口经，再加上检警陆续掌握着新事证，所以再度甲躯体约谈。伊即摆已经互收押禁见。丰原5口命案，团买主李小姐伫咧6号交保了后，随走去银楼店家的南面册破文。李小姐伫咧文章内底提醒银楼业者，即几天警察应该会去恁店里问恁，敢有我这个人摕金仔去恁店里买，嘛请恁爱老实甲警察讲，我真正是无讲话。啊，这篇破文互检方将搁一摆拘提李小姐，检察官认定伊涉嫌诈欺、恐吓处财、伪造文书，搁有毁灭证据、串口经的记录，申请羁押。昨半暝啊，法院裁定李小姐羁押禁见。于到案后又更换赖账号，并传送讯息要求证人改用其他账号联系，及传送讯息影响证人证述之举动。主认被告确实有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。李小姐搁伫咧批信内底讲，王家大汉查某囝伫咧实习仪进前，早就已经负债累累，包括清创贷款200万，车贷款200万。讲家己是无讲话，不过死者的朋友抛出李小姐和死者之间的对话，包括进前使用死者买金仔，搁后来虚情假意关心。人家和死者的手机对话掠图、信用卡金流的资料，搁有其他被害者发声指控，拢去检方掌握。那李小姐和银楼业者串口经的文字，正做伊去羁押的关键证据。听到李小姐去羁押，死者的家属心情复杂，也是很难去接受这件事情哦。也是谢谢大家的那个好意啊。那来侪被害者出面指控，姓李的女团买主诈骗行为一件一件叫压出来，到底有偌侪人受害？检方会阁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